的人。来主敬。这健全的教义是根据福音，就是那荣耀可称颂的上帝所交代我宣布的。就我是做一对。无看就无书呢，拄则有看到讲，就书我无看到啊。有啊，出来啊，就我书我有看到啊。就我书在哪里？在下面。OK。哎呦，拢无看到就无书，无听就无书答。伊无出声啦。就无书用 mute 的款呐。就无书个叮。就无书可能用 mute。mute 我看伊嘴咧叮当。你讲话无声。安尼无声好呢，无声好。平啊。哦。安尼敢有啊？无啊，无书可能用 mute， 他没有。你爱甲教讲为啥切无 mute？ 无书我看卖影吼。可以给他传简讯嘛，哈。来看一下。无书你的，我看卖影，我甲你用一个。但是看起来伊的应该有声呢。用 iPad。有啦。出来了。有啊吼，无书有啊吼。你听有无？有。我这边有听到。有啦，有听到啦。OK。拄则无看到牧师，我拢无听你落读。有听声无看影。但是我顶读一摆。安尼。这视频等下当无诶，看。我等用我用的，我看。牧师，你敢有听到阮的声？有，我嘛有听到。我等下无看你。到了。不用啊。主的呢？不用的。又不是要看我们的脸。好。我这边无看到你影。安尼咱拢有读啦吼。明白啦。有无？有啊。敢有啥物问题？倒是无问题啦。读无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吼。好。就是讲你从迄个上来迄个经文内底，啊，搁下骹迄个经文吼，下骹迄个所有，迄是完全和迄个顶悬的经文差足济，迄个是 commentary 是无？还是讲是原来算别个版本的经文？你讲倒位？就是讲你上来无有两个框框啊，一个是迄个台语，一个是迄个。中文的嘛吼，搁来下骹是迄个英文的嘛吼。我想问是讲迄下骹这英文的是等于安那是迄个别款版本的圣经的经文，还是讲这是迄个人的迄个对每一则的迄个经文的迄个评论？安尼我看一下。他说哪里我听不懂。我听无呢。你讲会英文？无啦，无使用这个是。有一个台语版的，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搁英文三个 languages。
对对，啊，即马迄个英人工文，言语差英文含迄个顶悬的中文最后，毋是讲足直接啦，总讲是翻译吼，毋是直接翻译，是哪是讲佫另外讲用另外一款的讲法咧讲。我即马就是讲，这是人的圣经，还是讲这是人的评论？哦，这嘛是圣经的经文。这是跟 NIV 的。不是 NIV 呀。也是那个。哦 ，Messenger 是还是？诶。嘿嘿。反正我看的。比如讲，我记一个咧啦吼，比如讲all who are under the yoke of slavery should consider their master。英文是啥物？哦，啊，含顶悬迄个对照起来的时阵咯，就是可能你 copy paste 啊，我说 copy paste 唔对啦。Which box you talking? English versions 啊，你知道这 English version， 你都唔是安尼。哦。伊这可能把迄落个啦。love of money 嘛，个迄个无啦。对 ，love of money。迄可能目睭啦。歹势。把你册啦，迄唔是迄。这个 Chapter 6啦，你用Chapter 6啦。哦 ，OK。这就是咧看英语，甲无咧看英语的差别。你第一摆就走精啊！你用 Chapter 6的 page 啦。Sorry。Yeah, all who are under the yoke， 你该不要一张啦。出不去。对啊，迄英文也唔对。好，多谢牧师，嘿，来，这条什么人要先讲？这条我先讲。这上简单，我先讲。这保罗写。这保罗写。保罗写的吼。对，啊，伊写互提摩太，啊，因的关系。保罗讲提摩太是伊属灵的囝，伊是伊真好的同工啦，所以因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伊就爱提摩太。哦，那你讲啊，像客囝啦，是讲信仰顶悬的囝吼，信仰上的孩子安尼。伊讲伊是属灵的囝，伊属灵的囝。对，属灵的孩子。来第二个。保罗马其顿。第二个上面回答。我不觉得他在马其顿。马其顿的马其多尼亚。Vicky 讲马其多尼亚。Vicky 要讲伊。马其顿尼亚，是无？伊是马其顿啦，马其。Vicky，还要说啊？对啊。啊，伊就讲马其多尼亚，讲马其顿。马其顿呢？伊个是马其。哦。还讲是安怎？爱伫马其顿创啊？还袂去信哦，还是可能定。伊咧写即个批的时阵，伊敢是伫咧马其顿？伊基本上伊是去用掠去伫迄个所在啦吼。伊敢是伊迄当阵应该是伊伫罗马坐监对吧？啊袂咧，罗马是上落尾，伊死伫罗马。伊是无伊即个伊写即张批的时阵，伊是伫罗马坐头一摆坐监了放出来。啊，伊写的呢？对，啊，这是伊放出来了后，伊个第二摆去用领入去，啊是伫马其顿的所在，第二摆啊，所以伊即马即个时阵已经伫咧马其顿啊遐。对。伊家亲也是伊家亲让我捌去马其顿的时阵。
好，来。就是伊第一摆甲第二摆的中吼，伊无当时迄个，互人会当伊会当可能当久，伊会当带，伊会当互伊出去外口嘛。如果是伊出，时伊去马其顿，伊去伊是马其顿的所在啊，敢毋是？对，伊去迄个所在。再讲，过后第二摆再讲掠入去嘛。对，伊尾仔就去用掠入去啊。对。你记得过。啥哈？你若想有诶，做这种讲法啦，无是嘛毋是，有诶人嘛是有讲别种讲法啊，所以咱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这咱只有会当讲一寡考据去了解，咱嘛无法度足确实知影讲，迄个伊诶所在啊，就是圣经内底有甲咱写，哦，伫第二节、第三节的所在，有甲咱讲啊，吼。好，来第三节，第三问题，谁被猜到以弗所？为什么？英文写毋对。哦。Who was sent to you? Sent. OK. 来。啥物人要讲？啊，无我来讲啦吼。对，这敢是讲天马的迄个保罗叫伊留倒伫遐放去伫迄个以弗所因为以弗所迄边遐有足侪迄个荒谬的迄个异教的老师咧教无正确的迄个教义，所以伊保罗特别讲去吼要就是写即张纸，叫伊讲应该就爱安怎来教导甲换教会行政管理甲关于教义的代志。可见迄个以弗所遐吼是一个大家伫迄个教会内底，可能就是有诶要抢权，有诶可能利用教会内底诶人诶行为拢无讲介正确安尼，所以保罗才特别讲写即张纸伊留互迄个提摩太伫遐诶时阵等于。是要开始交车互伊啊，因为迄个保罗的迄个要第二遍要入去加要伊的性命的尾来的时阵进前，伊特别爱甲伊一个建立伊伫遐的迄个领导甲伊的自信甲应该爱安怎做，就等于接班人迄个意思。好，多谢。第四条，伊牧师拄则已经有小可讲着啦吼。主敬。我哪？第四条。以弗所为什么应该要放弃什么？第四节。来我看。汉镜摕起来。圣经换大本诶。迄字伤细字啊！因拢爱讲无影者诶话，甲无强人诶族谱来用遮来生出辩论这毋是无上帝所安排得到者，就是就是安尼嘛，吼。好，为什么要用问命令呢？因为伊讲的话拢是无影者嘛，佫会生出这个辩论吼。甲讲的话拢毋是像改变的仁爱啦，清洁伊的心啊，甲讲话拢是这个。昧着良心咧讲OK， 嘛，大概就是安尼啦。好，其实
其实吼，保罗直接讲用命令吼，会有真值得咱思考的物件啦。因为有真侪时阵，咱会去想讲，啊，教会着逐个吼，着自由来吼，啊来遮着追求真理啊，啊是拢讲听吼，啊那着个拢用命令的。其实教会毋是无规矩的所在啦，教会本身其实有足重要的规矩，啊，着爱照规矩来吼。啊，这个真重要。David， 你是毋是有2个 device？ 嘿，哦，我有听 echo， 因为我看到你2个迄落。对 ，OK。你可能一个甲关起来。我是无看到字，我甲。我看后面我就看字。OK。关起来喂。无，我看卖啊。可能你听到我咧喘气哦。这是我手机啊，我可能会。来第5条，要安怎了解上帝？我那是伫第40章。第4章。对第4节、第5节啦，吼，这其实是接落去要讲的物件啦，吼。这个我来回答啦，吼。就讲对遮的因古早的传统咧讲着族谱，犹太人嘛最爱讲族谱的。啊，因遮的其他咧讲罗马帝国的人，伊嘛最爱讲族谱，咧讲着因的身份。遮的物件对认捌上帝拢无同在认捌人。所以对第5节开始讲，这个目的是要出伫听啦，听是对迄个纯洁的心无嘛是个一个吼。爱有这个有良心，有这个信心，用安尼来去了解上帝。所以你袂当讲一寡无影食的物件啦，也是讲专门咧定睛在人的事情上面。安尼对认捌上帝是无帮助啦，所以是咱若像讲照圣经咧教示，就是讲爱注目伫上帝安尼啦吼。OK， 第6，建议兄来。好来，我看嘛，第6个。命令的内容是啥物？为啥物遐重要？命令。终归就是爱，就是这爱就是清洁的心，甲无亏的良心，无假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偏离遮的，都等于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家己唔知影家己咧所讲的。这物件就对啦。好，多谢。来第7条，伊有说教会问题。老师娘。伊有说教会就是偏离上帝的听，想要做律法师啊，都唔知家己教啥，啊，家己咧做灵啥。好，青梅带青梅。好 ，OK， 好来。第8节，第8个问题，第8节，啥物人要讲？律法实在是好的，吼，因为伊遮的写律法，毋是为着义人说，是为了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好这些的罪。然后你这个问题讲，跟耶稣的看法有冲突。耶稣咧讲，耶稣伊上册迄个法利赛人，因为因拢是讲律法的，毋拄因的律法就排伫咧因的头壳顶，
啊，变做讲一个形式尔。光说不练，光说不，可以这么讲。然后第3个问题，与保罗因信称义有冲突吗？与保罗因信称义有冲突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律法因信称义不讲行为嘛，因信称义就是保罗咧强调的，咱人称义不是用行为，不是因为行为啊，对，那这样其实这个没有冲突啦。对啊，因信称义跟那个对，罗马书12章，伊就咧讲，用爱献上当活祭嘛，所以生命的表现其实也是得到救恩的一个见证啊。有义就不用有律法了啦。可是有的人因信啊，因为义人不需要律法，对不对？对，可是有的人也是相信这样子，可是他律法对好，可是他不见他是相信是这样，可是他不见得行得出来会这样。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规范，还是要有一个规范。对啦，对啦，伊要律法设立不是为着义的人啊，叫下第九节啊。是没有错，可是有些人会相信，有些可是律法是，可是有些人因为相信，可是他还是做不出来。好 ，OK， 第9。法律的工作是什么？规范罪人。第9节、第10节。匡正错误。对啦，互人知影唔对啦，这个目的。迄个目的的，知影唔对的目的是要来互人改过自新、认罪啦吼，有一个好的性命安尼吼，所以这是法律的工作。所以法律对，那照圣经的写法哈，不是说义人不需要，而是说法律对于行得好的人是没有功效的啦，因为他本来就行得好的。那法律对坏人是有功效，就是让你知罪。OK，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好，第10条。法律命令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法律无啥共款啦吼。这法律是不是爱改做律法？看伊安怎翻译啦，有的是讲律法，有的讲法律啦吼。法律的命令根据是律法全书。其实六法全书。六法全书。没有，其实对11节来讲哈，法律的目的是福音。你注意看11节，人家讲人叫做我荣耀福音说的。对。所以，在圣经内底讲的律法好，像法律也好。迄个功用就是要互人得到救恩，福音得到救恩，阿们是福音了哈。不是为了要让你保罗讲的哈，罪的工价是死啊，不是这样子的目的了哈，是要让人家得救哈。不是审判得救。对啊，就是要得救，目的是要得到福音。不是审判，是得救，不错。好，安尼，这个11节内底，咱感觉有啥问题无？他拄咱讲迄个第8节遐，第8节你讲，第8节那是。律法原是好的，法律好不好？伊要讲，你读什么？用得合宜，还是用了合法的用，合法的用，按规矩的用。几点零呢？要用得恰当，用几点零？每年来啦。12。
好，呀，像，哦，好，啊，佫有啥问题？其实伊有所教会问题足大啦吼，啊，我大概小可甲迄个背景吼，佮大概小可讲一下吼。保罗写批互写互提摩太吼，比较较少数伊写互个人的批，伊通常是拢写互教会。教会，对，啊，写互个人的批嘛是咧指教会，咱知影，咱拄则咧讲伊有所教会的问题。伊要差派伊去个所在，所以咱大概了解一下以弗所教会的地理啦、历史背景吼，咱大概知影一下啦吼。提摩太前书这个背景啦吼，大概主后62年，有人讲到65年啦。我想迄无介重要吼，是讲大概迄个骹斗啊，罗马的军队要攻入去耶路撒冷迄个时期啦吼，大概迄个时期，所以。罗马迄个时阵的军力，也是讲国力是上强的一个时代吼。啊，当然地点是咱拄则讲的，保罗去用关伫迄个马其顿迄个所在。啊，提摩太是要去用差派去以弗所教会。这是伊的大概背景吼。啊，保罗是一个犹太人，是法利赛人吼。伊家己嘛足骄傲讲过这个吼。伊是法利赛派内底吼，咱咧讲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安尼个意思啦吼。所以是足照法律咧行的人，啊嘛因为安尼伊掠做讲，他在压迫基督徒是咧替上帝做工，吼。伊用即种的角度咧迄落吼，所以伊家己尾啊悔改的时阵，伊家己捌讲过啦吼。啊！伫使徒行传的时，咱也看到讲伊伫迄个所在嘛，咧讲到伊的训练，伊是加马列的门下。啊，加马列是当初是足有名的一个律法师啊吼。啊，伊咧对伊安尼咧学安尼吼，啊，所以你也看伊拢伫遐用安尼来掠这基督徒，因感觉基督徒就是背叛犹太教，吼，用这个角度啦吼。好啊，大概伊使徒行传第9章，伊去大马色的路上，去互上帝光照着，然后就青眉。啊，青眉就代表啥物货？咱来用迄个武侠小说咧讲的吼，就是废了武功啦吼。啊，伊本来是带人咧掠基督徒的，眼睛看不到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啊，所以伊就无法度啊吼。啊，伊就爱客人啊，吼，啊，伫迄所在开始改变，然后伊是伫迄个路斯德的所在去拄着提摩太。路斯德嘛是大概是伫迄个即摆土耳其迄骹头啊，吼，共迄个所在，就是咱咧讲的小亚细亚即个所在。伊伫迄个伫第一届旅行的中间去拄着因即家口啊，然后对提摩太细汉啊看伊较大汉安尼吼。啊，伊就伊当做伊家己的灵性上的囝啦吼。啊，圣经有讲到因兜的背景吼。这我想咱也大家知影会当小可去变一下提摩太是使徒行传拢有记载吼。啊，伊甲这个提摩太的关系安尼啦吼。啊，提摩太伊本身伊是有咱咧讲混血儿，因后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啊，因是足有教育的一个家庭，啊，所以嘛伫遐拢有咧读迄个圣经，叫犹太传统啊。OK， 啊，保罗甲惊洗礼啦吼，啊，提摩太迄个身体无好吼，你知影吼，足侪爱啉酒的拢会用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保罗讲你胃肠无好吼。啊，你个淡薄仔啉一寡酒啦吼，听讲迄是白兰地啦吼。喂，问讲你要拜几杯上门啊？我跟你讲你。
咱来看一个啊，以弗所教会的 location 啦吼。这是当初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因的版图啦吼。啊，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吼。啊，以弗所教会保罗咧传教，差不多拢伫即块咧啊，是遮，吼，拢伫即个所在，吼。路斯德伫遮，我用较大的吼来。保罗伫即个所在去拄着提摩太。然后伊差派伊去以弗所，你知我去倒转来即张图吼，这是亚洲，这是亚洲，这边是欧洲。土耳其伫欧盟建立了后吼，讲我要加入欧盟，但是欧洲的人讲啥？你是亚洲的，吼啊！但是伊佫讲吼，我毋是亚洲的，我要做欧洲的。所以其实你若讲以大陆板块来讲吼，伊是连伫亚洲。你来看吼，它大陆板块是连在亚洲。这个有一个吼黑海安尼，拄好切断，有无？吼，来，伊这拄好切断，这是欧洲大陆，伊是伫亚洲。但是若照安尼海安尼看吼，伊讲伊是欧洲吼，嘛会当接受啦吼，会当接受。所以这个即马就是土耳其的版图内底吼，所以你也看伊即个所在小亚细亚是当初时也是讲现今欧洲大陆甲亚洲大陆的交通要道。安尼咧代表啥物货？代表因的经济足好。过来，罗马的军队真重视即块所在，因为伊的军队若要去入去亚洲，一定要通过遮。所以伫遮有足济的军事的建筑，吼，即足济吼军事的建筑伫即个所在。啊，然后当然伊的经济嘛介好，通商嘛，吼。啊，过来就是讲，因的种族的问题很多，种族也带来不同的宗教，所以以弗所教会会足济南杂的一寡。邪说也好，还是讲异端也好，有一寡遮的问题产生啦吼。你讲伊拄则咧讲到迄个经文内底讲行奸淫也好啦吼，遮等等遮代志，拢是罗马的体制内底所产生的。你知影罗马的建筑内底拢有一种所在叫做会堂，会堂的里面吼，拢有迄个大的西洋居池。大个圣居池，大家拢褪光光伫遐，然后遐有钱人拢会去做一寡无正当的代志，伫迄个所在。所以伫以弗所教会也是讲，咱咧讲的小亚细亚，即卖土耳其即个所在，足侪教会拢拄着即种的问题。咱咧讲的邪神的问题，偶像崇拜问题，色情的问题。这拢是因所会拄着的问题，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遮大，甲伊的地理足有关系啦。好，我先讲到遮，有问题无？以弗所。就是说，土耳其我们讲啊，这一块都是土耳其，现在这一块都是土耳其。亚细亚这个所在，嘿。咱注意甲看吼，这有两个安提阿，这一个，吼。安提奥。伫使徒行传头起先咧讲的安提阿拢伫遮，伊是当初是差派宣教师的据点。这个嘛是基督徒去用称做基督徒的所在，这个。安提阿。哦，为什么是安提奥？你就开始了先后，本来就来先后，也可以。好，来。所以第二章咱拄则我已经讲足济吼，就是讲伊是一个交通要道、军事要道，嘛是一个经济足重要的所在。所以伊伫遐会产生足济民族、足济无共款的
偶像崇拜伫迄个内底吼，是毋是咱咧讲对皇帝崇拜？我个倒转来伫迄个图内底吼，迄个周老师甲咱讲到迄个该萨利亚菲律宾对无？该萨利亚菲律宾就是大概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吼，伫遮啊，伊伫遮就是伊嘛是甲起一个足大的迄个那像迄个因罗马迄种的祭坛安尼吼，啊，所以伫遐甲号做该萨利亚就是 Sicily 啊，菲律宾安尼，啊，所以你会看讲因遮足侪迄种的人物的崇拜啦吼，还是讲偶像崇拜安尼吼 ，OK， 好啊，大概这个伊建筑的这个过程吼，我等下小可讲一下吼。啊，保罗伫这个所在，伊捌讲到迄个假教师的问题吼。啊，假教师就是讲，咱拄则读个经文来讲，伊想要当做经学师，但是伊佫对圣经毋捌，啊，拢黑白讲吼。啊，伊这是伫咱咧讲的异端内底，咱有甲分做几类吼。啊，伫这个所在，伊伫遐因的问题就是对教会内部，吼，教会的内部，所以这边足侪是外邦基督徒，希腊语的、罗马的军官等等遮的。啊，伫圣经内底咧讲到遮内底假教师，我有放这几个经文遮互咱看。这几个拢伫圣经内底有提出来吼。这因就是拢因有家己的一寡主张吼，但是拢无下伫圣经的教示啦吼。所以因有一寡异端吼。来，邪教跟异端怎么分？邪教跟异端是怎么分？对基督教的观点来讲啊，好，若准一个宗派出来讲我是基督教，但是伊讲的佫毋是根据圣经的，迄叫做异端。啊，我讲吼，啊，恁大家来拜我，哦，像讲迄个宋七力，那个就是邪教。伊家己独创一个宗教，迄个邪教。嘿，最近伫韩国，咱咧讲韩国 SARS， 不，韩国的武汉肺炎的最严重，就是迄个新天地教会。新天地。啊，伊迄个基本上伊应该是属于异端啦。伊讲伊是基督教，但是伊用做伊家己的一套安尼吼，这是小可互咱知影一下啦吼。啊，伫当初时，以弗所教会拄着就是律法派。强调律法啦，吼，什么货拢是律法至上。再来苦修派，我伫讲到迄个马丁路德改教，因就是有一寡是苦修派的，吼，伊就是意思讲，你着爱苦行家己吼，上帝才会赦免你即种的吼。啊，因有一寡足侪的禁戒，你袂当做啥，袂当做啥，袂当做啥即种的吼。啊，有迄个智慧派，就是讲较人本主义的，啊追求迄个人的智慧吼。啊，人的智慧至上安尼吼，过来低啦吼，低点吼，就是讲关心无关紧要的事啦，吼，无要无紧的代志吼，啊，伫遐讲甲安尼，喙甲讲全破安尼啦吼，大概是这个问题造成教会，所以组织做伙吼，拢会叫做七嘴八舌，毋是咧讲真理的对啊。那有当时嘛，安尼吼，迄咱叫做交陪，warm up。也是哦，安尼有问题无？牧师，是牧师。迄个会当搁做等于迄个讲教会内底。迄个争端遐是啥物？有啥物派来对照今仔日看，今仔日伫教会内底有可能是啥物款的无？会当倒转去看迄个教会内的迄个是 A 是无？嘿，就伫迄个 PowerPoint 看会当倒转去前啊，进前一张。进前一张哦。嘿。
教会内部哈，给假教师伊假教你这个假教师自己正完的教会内部嘛是安那？教会内部就是讲，这假教师拢伫教会内底来造成一寡知识上面的问题，讲一寡言啊事，嘿。哦 ，OK， 啊，所以这10年来，甲亚历山大会里头这三拢是属于伫教会内部。伊拢伫教会内部，嘿，嘿。哦，OK，好，嘿，对啊。其实你若要像讲引用今仔日的教会来讲，今仔日的教会的价值观判断，嘛是甲因的同乡时已经有小可类似啊。即摆有真侪教会对道德是非的看法，已经拢毋是伫迄个圣经的教示内底啊，吼。这嘛是互咱一个提醒啦，吼。对啊，像讲迄个John Austin咧，伊咧讲到就是要安怎甲迄个分类？这个我无听清楚。哦，迄个Texas Houston 迄个 Joe Austin 啊，嘿，伊普通咧讲道内底啊，汉语用着经文，汉语讲着耶稣基督，但是拢讲着讲安怎成功安尼。成功神学啦，一般来讲，即摆甲分做定位伫成功神学内底啦，每个大本是安尼，嘿。哦。嘿。啊，一般成功神学敢会当讲迄是异端哦。假教师。伊无到异端的程度啦，伊基本教义上面都是跟着基督宗教的想法，对圣餐的看法啦，对洗礼意义，伊拢无问题，但是就是讲，伊对伫信仰互咱的福音的方向，咱会当小可讲，伊带了毋对方向安尼啦，伊还袂到异端的程度啦。因为伊迄个教会，伊大概咧讲到就讲，你相信你会好个，你就宣告你好个，你就会好个。你敢靠上帝就敢互你安尼啦。嘿，对，嘿，伊大摆拢安尼讲，嘿。所以拄仔开始，有个人听到的时阵，会感觉真有噩梦啦。有啊。所以一般来讲，咱拢感觉讲成功神学较。要安怎讲？是不是会当讲，它的根基比较不深，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像拄则牧师讲的，讲伊较少咧引用圣经，其实圣经，咱台湾人嘛有一个是安尼啊，我伫电视拢无咧讲圣经的啊，足我讲的安尼吼，我莫讲啥啊，就是讲你会听甲足欢喜啦。但是你事实上，你真正去拄着困难的时阵，你毋知影信仰是啥物货。颠倒若拄着困难，无法度解决的时阵，颠倒会较会走出去。对。伊会想讲，你敢毋是讲，阮宣告就是会正安尼，即个上帝就是毋是亲像你咧讲的安尼。因太太嘛是安尼出来。我的问题是讲吼，你宣告上帝就甲你正，还是啥物人是上帝？是你是上帝，你叫上帝爱甲你正。毋过，我是感觉讲宣告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啦，就是讲咱的言语是有力量的，咱的话语有力量的，咱若是宣告我感觉咱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咱若咧宣告的时阵，表示讲咱家己要往这个方向去，变做讲咱家己咧肯定鼓励咱家己有迄个信心啦。那用这个角度，我是感觉宣告是真好，因为我觉得话语是很有力量的。可是你对宣告的定义我没有问题哈，宣告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要很小心啦哈，就是讲你宣告说，像因咧讲，宣告我的好个就好个，
啊，宣告我会记录，我就记录。咱无即个权柄。耶稣拄着3摆3项试探的时阵，伊用什么话来宣告？用上帝的话来宣告。用上帝话，是。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倚靠上帝的，这点一定袂当叫袂记住啦。对。对，所以爱迄个根基啦，吼，真正迄个根基，嘿，呀。牧师，安尼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迄个成功神学。有啦，呀。好，啊，阁有无？就无师头头有啥办法？啊？就无师，你有啥物意见？意见对这方面的意见。大多你讲 Joel Austin 啊。哦 ，OK。听你的。牧师，你要脸给我们看呐！安尼讲话较会清楚，啊，阁会看到你的缘投面。有啦。伊有呢？有啊。伊有只 iPad 呢？你有另外一个电话？无，伊拢侧面呐，伊拢侧面呐。哦，伊咧看因太太啦。你的正面吼，音收较会对啦。麦克风啦，你麦克风伫倒。我今仔日我毋知影即个 iPad 吼，毋知安怎用，因为无法度听，啊，所以我即马是 iPhone 咧听，啊咧看 iPad。哦 ，OK， 安尼我知影，了解。学语言。我对迄个头拄迄个宣告迄哦，我有一个感觉的补充，就是讲吼，你若宣告的时阵，你拢奉一定要有迄个奉耶稣的名，就是讲你毋是家己咧宣告，你是用耶稣的名，啊，所以你若真成就的时阵，你袂当讲是你一定要讲这是因为耶稣的成就，但是就是讲你要期待安尼的时阵吼，上帝嘛无一定是叫你咧宣告就叫你的意思，所以就是讲。一切吼，应该迄个主权拢是伫上帝安尼啦。对。那安尼时阵吼，你宣告你就袂走前去，但是至少就是讲你家己嘛是留下你的自信呀。呀。我毋知安尼，感觉讲恁感觉安怎呀？因为我嘛是常在家己常在咧宣告，但是我知影这是上帝的迄个决定。但是我至少用上帝的名，足谦卑的讲，上帝是我的迄个我上领做我上大的武器安尼，所以是主要是荣耀伊，啊毋是来讲我家己安怎安尼，这是我的态度安尼。对啊。那我想要回应周牧师讲的，我感觉周牧师讲的，甲我想的。我感觉足接近的，我头拄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讲，咱若宣告的时阵是靠用耶稣的名，我感觉我家己的这款的见证几落摆，因为我家己足无法度足软正的时阵，我就用宣告，我就用耶稣的名来宣告。有当时你根本无法度喜乐，你想要喜乐起来，你就是无法度喜乐起来。啊，我就是用耶稣的名讲，我奉耶稣的名，耶稣要我们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可是我现在就是喜乐补起来。可是我宣告，我们靠耶稣的名，我们相信耶稣一定会给我喜乐。安尼去宣告，我感觉这对家己来讲是一款的真，要安怎讲，就是很肯定的啦。嘿。就是刚头到周牧师咧讲，主权在上帝。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我感觉对家己来讲是一个真正面的。是安怎？我觉得电话的这个标志。电话真好听，是撸啊。电话可能周牧师你 iPhone 的款。安尼哦。可能你无利用。
你讲迄个， 524545，迄是语音尔啦，啊无影像啦。嘿，哦，我以后都爱甲恁请教，啊无我是啊已经老壳壳啊，含恁录你假。老婆。那个哈，以后再个迄个 tutor 啊。拄则牧师咧讲土耳其讲伊是属欧洲吼，这个问题，迄个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就是伊斯坦布啦，咱甲翻译做伊斯坦堡啦。啊，伊斯坦堡咧，伊一半伫欧洲，一半伫亚洲啦。啊，迄个伊斯坦堡迄个城市吼，有一个欧亚大桥啦。迄个欧亚大桥呢是日本人甲起的。啊，所以讲伊的领土也有伫欧洲啦，有伫欧洲。哦，啊你若要去迄个黑海吼，会当去伊斯坦布去到迄个北边迄个所在，才半点钟啊。哦，迄个城叫做 Kilios， 叫做黑海啦，黑海伫啊，真近啦。啊，迄个是海峡，伊迄个海峡一边亚洲，一边欧洲安尼啦。啊，伊的电纜呢，伊城市的电纜哦，一边北一边二安尼啦，我想。安尼哦。嘿，啊，伊有一个旧的迄个公路吼，啊，你每早起5点开，啊6点迄个桥吼，往船甲扭开啊1点钟，互迄船过，啊了后再个6点的时，准时6点的时佫开通。啊，我走去看吼，讲奇怪，伊个电车是安怎迄落，伊电车嘛是行迄条路咧。啊，我就走去遐看哦，啊伊个电火条吼，伊个电火条伊用一个迄大机扳手甲变过来哦，啊伊迄电道分开啊，啊伊分开了后，伊就扭开，啊即摆若佫倒来时，伊佫甲变咧，佫电线佫卡掉咧，电车佫开始通，1点钟。1点钟，哎，1点钟互船过迄个桥啦。但是你讲过迄个桥，一边100啊，一边120啊，点要哪食？迄我毋知啊，伊迄毋知安怎变啦。研究。吼，你若去土耳其的时阵吼，伊拢一定会去带你去迄个游迄个土耳其为迄个港口遐赛车吼。啊，伫迄个桥头遐拢有一个地方，互你去看参观迄个桥啦。啊，所以你若伫即个入来即个土耳其了的时阵咯，伊会伫迄个桥头遐有一个所在，你会当参观。啊，去对方迄边遐，原来有所在，你会当参观。迄个爱一边是黑海，啊，过来这边是爱琴海。啊，土耳其讲起来是，我感觉。对迄个咱读迄个神学的时阵吼，有足侪拢伫土耳其遐咧讲，所以我感觉袂歹呀。就有机会网络形成的时阵，就是拢大部分行土耳其。哦，咱连讲来办来土耳其就对啊，来，互咱看一个，看迄个地图。拄则咧讲的伊斯坦布尔遮。有看无？哦，啊，这倒是我拄则讲的，这是亚洲，啊，这是欧洲，哦，啊，伊斯坦布拄啊伫中，哦，拄啊过这个海峡，连接吼，两边安尼，吼，嘿，这有海峡对啊。哦，好，多谢。拄啊，你著咱讲衣服所吼，迄个所在就无属于感觉去遐过。捌，呀，你若去医务所吼，伊主要伊会互你看吼，足趣味的普通人拢代表是医务所迄个图书馆遐啦。啊，医务所的图书馆内底就迄个路遐吼，啊出来有迄个牌啊，甲你指讲，你去迄
去迄个诊所，啊，甲要去迄个做歹代志的所在，啊，所以就代表吼，遐足侪拢是等于伫遐，比如讲伫迄个月经啦，吼，还是讲迄个色情啦，吼，是一个足非常迄个普遍啊。查甫人拢讲哦，我要来图书馆读册，要来图书馆看卖。啊，去到遐了，拢走去迄个所在遐。哦。所以，咱若有机会先，我才摕医务所的迄个物仔来互大家看，呀。即摆你无输，你即摆你 live 你迄个 Facebook 有 live。对。哦。OK。我咧记。所以有别人啦，你家己即摆你看咱是咧讲话吼。嘿。有可能，伊会回应。你的电话你都听无？我这是你的 iPad， 所以可能是迄个是乌太太。对，看卖。对。我这也无讲。你也无讲哦，因为我都唔知影，我这电话就安尼。对。因为你两个 device 拢有上线，所以拢会显现啦。哦 ，OK， 对啊。所以啊，我可能就爱甲你问到嘛，像这个都无法度安尼，我本地是要用较大个吼，啊无法度听到，啊所以我用迄个 iPhone， 啊用到这个 iPad 咧看伊。你妈咪有看到我？有啊，看到你。有看到你，嘿。哦 ，OK， 啊。啊，即马大家安静的时阵，我想说甲大家小可讲一下迄个 coronavirus， 爱小可爱紧张一下，因为我感觉这是我看足侪迄个 case 吼，即马毋是迄个加州的 peak 才开始尔，所以吼，我感觉应该爱大意，因为咱古早的时阵，咱的筛检无讲足侪人对吧？所以咱毋知影讲已经有人伫内底带进啦。啊，所以即马虽然会当有筛检，即马渐渐出来以后，这个将来吼，要爆发起来，先可能就要一两礼拜以后，呀。所以上好是大家较注意。礼拜以后。即摆有听讲洛杉矶市宣布讲要居家检疫到迄个5月啊。哦。你甲市长咧讲嘿。对啊。啊，尤其是吼，迄个阮有迄个听到朋友讲，敢若出去尔啊，无安怎啊，就着啊。啊，有一个空中小姐讲飞飞机。爱去坐伊啊，伊甲伊也穿是用迄个防护衣，啊，佮挂迄个面罩，啊，佮装备拢较好，啊，我那着，因为讲迄个啥，迄个啥物airport 无迄个咧等飞机诶，迄个椅啊甲桌啊吼，拢足垃圾的，所以迄个就是讲，你虽然是无人，但是迄个。病毒菌还佫伫遐，还佫上歹，所以你若无注意，你摸啊啥诶时阵，你可能就变做染着，啊。所以有啊是较大意较好，就是讲，啊。较小心较好。啊，较小心嘛，毋是大意啦。但即摆有人咧讲买物件转来，拢爱伫外口，就先甲消毒了，才摕入来内底呢。我就是安尼呢。嘿，伊拢人迄款的，嘿，放伫garage就还是迄阿爸啥拢毋好，像 Amazon 迄有无？迄阿爸拢毋好摕入来。对啊。系啊，我即摆嘛拢安尼呢，哇，毋知要安怎。无啦，你讲主要是你态度就是注意啦，啊嘛是爱祈祷上帝，对吧？你嘛是爱靠上帝。我是。每早起来的时阵，拢家己来到上帝面头前，求上帝看安怎带领规日安尼。
对啊，这含迄个牧师的迄个 devotion， 咱得当扛咧做伙嘛。好，这是要咱和大家分享，就是讲大家小心一点，保着命，你要认真要做上帝的工才来做。是啊。加油的是迄个。恁知影 gas station 迄个加油的泵无，恁袂使用手摕，你知吼？啥？去迄个加油的时阵啊，你迄个。哦呀。加油。OK。因为你知影迄个泵迄吼，迄是迄个温度足低着嘛，你足冷冷，你会感觉无？哦，迄个泵迄个头啊，你加油迄个头啊。油枪啊。virus 若伫遐的时阵，伊的 survive 的时间足久的，就有人去加油的时阵，手因为迄别人去加，你也去加，手摸落，你无随消毒，你就变做。我的迄个问题。你无啥呢？我有听。我听。你到底照顾你在照。Facebook 看了。无法追究咧。听的啦。无法追究。阮囝啦。啊，个因囝搁咧做球啊。真好车，啊是，口罩。感谢美国政府，阮囝来到车球啊。你都真好车，阮都无囝好车。哦，这我说几下啊？对。我是感觉着迄个路权吼，衣服所路权吼，因为迄阵啊衣服所到的太混乱了吼，就是人伤过放纵去吼，所以保罗讲这律法要提醒因遐人，所以我是感觉律法是对迄无爱受约束的人来讲，我。读到这新闻，我嘛感觉着讲，即卖的人吼，那个明明政府都已经每一天都在电视上说stay home， 毋过抑佫有足侪人走出去外口咧拍照吼，所以我是感觉着讲，古早甲今仔日吼，世界人的迄个人心都不变啦。不听话。有影就是爱祈祷上帝吼，借着即个 virus 吼，互大家搁较谨慎的，搁再倒转来上帝面前吼。是啊。呀，真的。所以有人咧讲吼，摩西足无聊，定遮济律法要创啥货？你就知影讲迄60几万人，讲300万人啊吼。出埃及，因爱用偌济律法去甲因讲，即个毋通，迄个袂使。怎么样回应？伊一代啊，伊一代好嘛。可能无随年的，讲啦。伊会无 mute。回音啦。回音。你那个有 mute。讲到有回音呢。啊，都有吗？你大概你即摆 OK， 我个迄个，你个点蛮当命啊。我唔知道。啊，有吗？无啊。对啊。我甲伊消音。好来，朱庆兄，我讲到电压，你请教，无人机顶的电压是偌济？无人机顶啊？120啊？你啥？110啊？有啊。迄个无人机，咱咧坐无人机哦。
航空啊，这普通的无人机啊，迄电脑是偌济啊？110啊。是安怎110？咱唔知当插咱的3C 家用产品。对啦，聪明啦，但是engine 发出来唔是110哦。哦。一般的，伊是电流哦，伊迄是电流，伊个 engine 发出来是电流，是24摩托的，爱甲变做110啊。110 24啊。所以咱的物件拢伫顶管拢会当用啊。安尼了解。安尼我嘛要着啊，110啊哈。好啊。咬。啊。诶。咬药。好，还有问题无？啊，是有啥物要需要三体祈祷的？牧师你怎啊笑到失踪去？是安怎？伊是想着啥呢？对一个牧师娘，接个接捌一个。可能笑一个啥？笑一个那失踪去。好笑。好，安尼无咱先来祈祷，要开讲才来开讲啦吼。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然后阮会通透过网络，阮会当三甲组织，伫遮用圣经的话语来三甲探讨分享，也借着圣经的教示来提醒阮，阮伫真理顶悬来追求，无来偏错，阮爱用上帝你互阮的恩典福音来引带阮。互阮会通得救，阮献上感谢，阮有这段美好的时间，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特别在面对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的这中间，互阮会通出入拢得到平安，有主你的看顾，献上感谢，祈祷靠主的名，阿门。阿门。你有啥物点心无？对哦。食点心，我们顶好的包啊。顶好，讲顶好。顶好蛋糕。顶好要搁休困一礼拜哦。已经关一礼拜，要搁关一礼拜，所以关2礼拜。恁店关起来遐？有，拢准备关，即摆要搁关，拢准备关2礼拜，有定啦，当时开始。是哦。无卖变啦。哈？啥物无卖？就是讲你迄落无米啊，无米通卖。无米粉啊。有米粉啊，足济啊。无人无工人遐，工人无法度来啊。无最主要吼，因为迄个阮即个店吼是贴到其实生意足好诶。对啊。拢出国的啊。但是阮是想讲，互大家休困啊，特别是头前的迄个小姐吼，因拢是第一线的嘛，吼。所以休困啊了，即摆佮本来想是1礼拜啊，即摆后礼拜8日啊，想较慎重的那个延长佮1礼拜，所以2礼拜啊。阮1个月。哦。恁是高级的，所以恁1个月啦。恁收的现，恁收的现金敢有用手钱喷喷的？即摆拢无现金啦，大部拢用刷卡，现在都用刷卡。那现金足少诶。即摆拢要来甲阮抢吼，拢无抢无现金啦。即摆手包啊！甲看尔。你敢知Vicky你食啥物？来等者。哦。要食。这个来。你无啥人知啊？无看到啦，伤紧啦。对啦。蚵啊。那啥？蚵啊。那有对，哈好。蚵啊。
卡起来啦，卡起来，对。哦。啊，食一句互伊看卖一个。哦，无怪秘伫边仔，毋敢互阮看啦。是啦。我爱甲你请，我爱甲你请。都爱甲你请啊。会爱当栽体无？